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澎湖的国际花火节应该要来开幕，昨暝先来办一场舞桥彩鸡，为花火节来起鼓。20已经表示的舞桥，离马景的老城区彩鸡热烈滚滚。离炮啊声当中，澎湖21座标的舞桥，离马景的老社区开始彩鸡。特别的声光效果，亲像电子火车的舞桥搭配 LED 灯，这是澎湖才有的舞桥的彩鸡，真水的造型，互无看过游客拢节节清奇。一个很大的灯光效果，有的舞将还带镭射光，超强，打到那边。是。而且它那个火一直烧到红绿灯。澎湖这个民俗文化的典范，其实嘛是甲咱讲，国际花火节要开幕啊！上帝撒下非常多的珍珠，其中一颗就是澎湖，所以澎湖变成国人旅游最喜欢来的一个地方。加上我们地方推动蛮多的活动。澎湖的花火节最有名，初六阴暗时就要开始啊！国内旅游即马正夯，业者嘛做期待旅客当回流，创造商机。